一顿拉切的王船伫路上相当壮观，2只顶升桥甲顶头大约2000人随行。沿途信众一一加入救公船的行列来求平安。王传大教这种民族的传统的一个我们的宗教活动，应该要继续的就是说传承下去。头一届真新鲜呢，带我的同学来一起来参加这样子，因为他们远从德国来。起舞吧，希望这个五谷丰登，然后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南唱武英殿往年是12档1颗王船节，受到内部整合等因素，让28档接班。甲新年王寿大典有17间交杯景来斗热闹，西港庆安宫嘛来交流。庆安宫剩3档1颗，迄做熟练，注意着来甲我问我甲提供足侪意见，包括讲咱做王府做家门，甲做王船遮真侪意见，庙方嘛拢足尊重我，拢照阮的迄个程序落行。这道可能有也是咱离往老最后一只的王船真特别。咱伫风台过后，就来随马上就没有迄雨完全拢随风雨拢停啦。这真正是咱千岁真正显赫的所在。这只王船跟其他无同，是用中亚木落去做，计销无少，大约250万。伫府城旧城区来讲较大，庙方制出8000份添菜品，内面有米、糖、盐、茶等。四周围各放纸钱，完成各项仪式了后，就开始烧王船。做的时阵，通常拢是甲疾病瘟疫有关的所以你看伊就要甲 COVID-19 收尾。所以你看伊添菜时阵有特别伊挑足侪中药材，这是伫咱台湾的王节内底足罕的看到顶头先叫反射护持，互大天神手炸着百味中药材，象征转去到天河，甲民间的疾病灾厄去除掉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